人類係唯一可以有能力去全面搞彎呢個地球㗎。地球係唔準我哋再生存落去㗎啦，已經出現一個黃牌，再出第二個黃牌，下一個就紅牌㗎啦。啲人仲話而家冇溫室效應啊，仲話污染唔係咁嚴重啊，仲唔承認資源就嚟冇晒咧？你睇下香港呢幾年，我哋幾生活得幾辛苦，我哋嘅夏天幾熱。你睇下而家全世界啲氣候變得幾犀利，周圍都水浸，周圍都旱災。你真係保護環境咧，做兩件事先。第一件事，以後唔好搭飛機；第二咧就係食素。盡量可以自己做嘅自己做，可以自己種嘅自己種，盡量買本地嘅嘢啦。冇咩特別師奶一名啦。最初係因為生咗小朋友之後呢，就慢慢係學識綠色生活嘅嘢啦。咁我自己呢，本身係一個唔係幾怕熱嘅人，係呢一兩年係好辛苦啊！個太陽呢係辣㗎。而家學識咗天然染啦，將啲衫着到黃黃舊舊嘅時候呢，再俾個 second life 佢啦。有時有好多朋友唔要啲布啊，或者甚至乎佢哋唔要啲襪啊咧，我都叫佢哋捐俾我，就唔需要去買好難分解嘅棉啦，做到嘅效果係一樣，而我哋可以係盡量減少垃圾咯。咁我就係一個例子，我只不過係一個師奶，但係我可以做到咁多嘢。其實你身邊以為冇人去受影響，但係你做咗出嚟嘅嘢唔會白費，有人係知道咯。香港人咧成日都話要保護環境，但係你有冇做嘢先？保護環境唔係淨係話拎啲紙翻去回收或者係用少個膠袋。咁當我哋自己係做得到自己嗰個責任，即係喺屋企我哋能力範圍做得到一啲對抗氣候變化嘅嘢，咁可以幫助到自己啦，幫助到環境之餘，我哋仲要教到小朋友。